台北有一个27岁姓苏的查甫人，进前伫台南读册。前年3月，行伫路里，看到电话卡咧施工，未得过，伊就行去到车道，想要到去互车弄着。法院有判这个驾驶5个月徒刑。不过，这个姓苏的查甫人面骨折，目睭嘛重伤，目前正咧拍民事的官司，要讨赔200万。顶年3月，伫台南读册苏先生，行伫咧永康的中正北路，煞互一台轿车弄落去。这阵意外造成苏先生面部骨折、喙齿断去，目睭也受到影响，无大塞车。落尾搁再开2届手术，长时间复健人生受到真大影响。本地卖做设计师的美梦也拢破碎，伊认为伊会行去车路发生意外，主要是电话卡伫咧施工，无路互过路人行。所以他就直接围一个就是铁皮出来，所以我势必要走出铁皮，然后靠着铁皮。边走。哇，现在就这样，我现在都可以这样走过去，没有行人路，不是不尊重，因为我们警察也不抓，他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啊对啊，家己爱行爱注意啦，车来以后不使嘛揪。台南地方法院判赛车弄着人姓全的查甫人关5个月，目前民事官司还佫伫咧进行，要讨赔上200万。不过，这位驾驶讲，伊有背负贷款的经济压力，敢若愿意摕10万块出来和解。受伤的不是只有我。还包括我的家人。我现在希望的是，我可以以大众，就是网络的力量或舆论的力量来让判决可以得到我应该有的判决。民事的官司可能要拍真久，苏先生也呼吁大家赛车、骑车，拢要重视过路人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